社会国家塞内加尔举办总统大选，反对派候选人费伊伫咧投票的时阵得到53.7%的支持率当选总统。目前44岁的费伊捌做过税务稽查员，去年佮犯真侪项罪名，去互人关入去监狱内底。但即马成做塞内加尔上届少年的总统，选民拢毋望费伊会当为塞内加尔的经济带来改变。 塞内加尔总统大选结果出来，反对派候选人费伊伫头一轮投票开出的90%选票中，得到大约53.7%的支持率，大赢当前执政联盟候选人阿马杜巴的36.2%，当选后一任总统。Cette élection est intervenue dans un contexte marqué par une crise préélectorale qui aura coûté des vies. Qui aura fait de nombreux blessés, qui aura vu de nombreux patriotes emprisonnés. 这场总统选举经过几摆的社会不安，包括主要反对派领袖桑科防指控犯下叛乱罪遭到拘留，政党也封解散，参选资格是因为诽谤罪封取消。现任总统萨尔更加以候选人的资格有争议为由，将投票日期延后了后，和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才延后大约1个月伫23进行大选。 44岁费伊捌担任税务稽查员，去年4月因为对桑科的案件发表批评司法机构言论，防指控真侪项罪名，加桑科同齐入监。不过费伊的参选资格并无封取消，伊也得到桑科的支持，当选塞内加尔上少年的总统。Voilà, on va commencer par dire Alhamdulillah. D'autant plus qu'aussi il n'avait plus le choix. Amadou Ba, parce que les tendances ont démontré depuis hier que le candidat Bassirou Diomaye Faye l'a battu largement. Voilà. 塞内加尔的权力和平移转，将标志社会民主推动。美国国务院离国也俄罗塞内加尔民主成果，因为自2020年以来，社会已经发生8摆军事政变。塞内加尔是社会少数稳定的民主国家。费伊宣布胜选了后，塞内加尔的国际政权改变迄天大步情形，呈现全面变盘。选民也希望这摆投票会当为塞内加尔带来稳定甲经济成长。公司新闻北为您报道。